那上次换注的结果，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嘛，哈，所以我想这次阵前换将是不可能。南部呢，这么艰困的选区，开句玩笑，有人说水里的鱼捞起来都是绿的啊，那么当然要去挑战是很艰苦的，可是国民党不能够说不会打硬仗，不能够说在艰困的地区就没有人出来，所以其实我这一次的动作也是让大家知道这把老骨头了哈。那既然是没有人，那我们去试试看吧，开疆辟土。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在艰困选区当中，国民党的男性好像不如你的勇气？男人呐、我就不说了。4年前被换住，现在还愿意帮国民党这样抛砖引玉这样子吗？我要这么说哈，我说了太多的这个，太多了好像很好听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。我自己的心境啊，像当初换住，我一再强调，怎么会没有遗憾呢？那当然会有遗憾了。你们不出来，我出来，而且还是过了好几关啊。那么也很辛苦的走这段路，那一路在换住声当中选举啊。那么当然最后终于被换掉了。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那上次换住的结果，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成绩嘛，哈，所以我想这次阵前换将是不可能。不会放弃这个党，这个党也许让人家失望，让人家痛心啊，甚至痛恨啊，不满啊。可是你不能老在那边叹息痛心，你总要有一种行动啊，让大家对他的观感能够转换。也许我们个人的力量微薄啊，但是呢，总要起来做一个呼吁的一个行动吧啊。这个行动比坐在那边叹息要来得好一点。哎呀，我怎么喊哈？我说哎呀，龙姐啊，我来了。他都昏倒了，这个龙姐说：“哎呀，跳机啊，你怎么卖他？你嘴万麻烦。”我学他跟那个谁呀、他不是老是跟赖清德两个人像是在演布袋戏，我要教他教我。OK， 好了，讲笑话。啊，没事了啊，谢谢丽姐。好，谢谢。